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3月末4月初，这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生机勃勃的春天。然而2012年的3月末，却因为一个名字、几台演出而将深城的上空写满了思念2字。2012年3月20日至29日，一代宗师百年流芳纪念人民艺术家袁雪芬诞辰90周年的系列活动在上海展开。娘委屈，娘委屈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实际上就包括了开始的铜像落成仪式，然后呢有2本书籍，一本是他早期唱腔集，还有一本呢就是他的文集。就是别人评论他的那个文集，然后出版签售仪式也在前天完成。那么昨天呢，我们由上海乐剧院大概有10多年了吧，没有完整的由上海乐剧院全部继承演出的祥林嫂终于全部大戏整台完整的推出来了。应该说总体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到位。那么今天和明天呢，实际上是2场就综合的纪念他90诞辰的这样一个纪念演出。我们一有这样的想法以后，得到了各地院团的非常积极的支持。那么我们特别是我们上海乐剧院的一些著名的小生演员，他们也以学唱袁派来纪念袁老师。我想这样一个活动实际上要让我们大家，特别是粤剧舞台上的演员，记住袁老师的这个改革创新精神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要记住粤剧走到今天其实经过了很艰难的100多年。那么我想大家在这些纪念活动当中呢，会更加努力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我100年以后，老一辈以后，我们该怎么样继承传承发扬光大我们的粤剧事业。从这个春天开始，上海越剧院这座不算宽敞的校园里，将有一位合手微笑的女子日夜守护。她的目光是如此澄澈，却又如此坚毅。她守望着，宛如当年看着越剧一天天繁荣，伴着她走过低谷，面对辉煌，永远一直走下去。而在花园边上，排练场里，纪念演出的相关剧目也正在紧张的排练之中。
好是41周年，还有它诞辰90周年，所以说我们全院全团上下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觉得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都觉得非常荣幸。像昨天我们演出的那个祥林草，也是从我